行政院長杜英台昨確定，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案和台灣兒少行動及未來口罩條例無被附屬，在伊任內已經有7案唔附屬咯。針對着這未來口罩條例，國民黨的立委王鴻薇強調，政策有設立去法律才有長期保障。不過行政院也回應講，若白字規劃這兒少口罩呢，這款的規劃是會當互民眾欠錢入去，還有企業落這贊助款，顛倒互這好業散會愈差愈濟。依法通過的、3讀通過的，絕對行政院長不可以不附屬、不執行。今年當中有3案在時才佇立法院3讀，迄當時韓國瑜也向行政院長杜英台發聲，國會3讀通過的法案唔通閣不附屬。也毋過在次杜英台閣確定對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案，台灣兒少行動甲未來口罩條例無被附屬，引起朝野攻防。卓榮泰跟賴清德他們的決定，那顯然是重重的回擊打臉立法院，這真的對台灣的民主憲政造成太大的傷害了。再次的凸顯出行政院愛怎麼做就怎麼做，那行政院動不動就不附屬才是真正的違憲違法。如果藍白的委員認為在相關修法上，他們還是有他們的堅持，那這一屆都還有3個會期，也歡迎藍白委員繼續提出他們認為合理的修法。立法院3讀通過兒少行動口罩條例，用滲透性質的台灣未來口罩，加禁用口罩性質的兒少行動津貼，囡仔到18歲至少有117萬，開放家長會當無償還存款，企業贊助款當年上濟5萬。正義提出的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，家庭支持片包括0到18歲行動津貼，兒少每人逐個月5000，已經變成每年總預算。到18歲當領108萬，也毋過行政院認為，那邊版本恐驚存在和好業散差距擴大的變數。而立法院3讀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項，包括了企業贊助款，還有民眾的自存，恐怕會讓有資源的家庭存越多領越多，勢必會擴大貧富差距。南洋立委強調，政策寫入法律，變做法定預算才有長期保障。若無法律約束，政府隨時會當選擇唔編預算。回顧到陽台任內無附屬記錄，2025年12月頭一擺針對財會法修正案無被附屬，加上17個2案，高達累計7案不附屬。記者綜合報道。